覺得上半年唔夠理想，咁就要繼續睇落去，睇下點樣可以喺下半年重整方向，重新出發啦。大家好，又係我 Frankie 喺心照減壓站同大家分享日常靜觀嘅小貼士啦。試完上半年嘅成績，如果想再做得好啲嘅，下一步就係重整同 reset。有個超簡單嘅框架，保持 keep 停止 stop 同埋開始 start。保持繼續做緊有成果嘅事啦，因為呢啲係推動你嘅基石啊嘛。停止停低阻住你進步嘅壞習慣，唔好再浪費時間啦。開始加一啲新嘅嘗試或者新嘅，唔使複雜嘅，即刻揀一樣要停止嘅壞習慣，再加一樣新嘅嘗試，今日就行動啦。但係點樣開始新嘅習慣呢？等你下半年更容易達成新嘅目標啊！咁就唔好錯過我哋下一條片啦。知多啲點樣可以整理自己嘅生活，取得生活嘅平衡，記住 like 同 follow 我哋，又或者去我哋嘅網站睇下啦。多謝支持。